28章，阮已经得救，才知迄个岛屿的名叫做美利台。土人款待阮有非常的情分，因为当时落雨，天气搁冷，就起火，接待阮众人。迄时保罗捡起一捆柴，ฮ็伫火顶，有一尾毒蛇，因为热出来，夹保罗的手。土人看见迄个毒蛇掉伫保罗的手顶，就彼此讲：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凶手，虽然对海呢救上来，天理也无容易活的。保罗竟然将迄个毒蛇丢伫火内，并无受伤。土人想起，伊的确要整起来，也是忽然跋倒死了。看了真久，看见伊无害，就转念讲，伊是一个神。离开迄所在无远，有电扇，是岛长布壁流的，伊接待阮，真情款待3日。当时布壁流的老爸患热病，甲离职倒地，保罗入去为伊祈祷，换手伫伊身顶，医好了。对安尼，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到医治，因搁多方的尊敬阮，到开船的时阵，也将阮所欠用的送到船顶。过了3个月，阮上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，这个船用宙斯2个囝做记号，是伫迄个岛过冬的。到苏涅谷，阮停3日，搁对遐细行，来到基利昂过1日，去南方。第2日就来到布丢利，伫遐拄着兄弟，请阮甲因3角店7日。安尼，阮来到罗马，位的兄弟一个听见阮的消息，就出来到阿比乌市，甲3馆的所在迎接阮。保罗看见了因，就感谢上帝，放心壮胆，入罗马城。保罗得到准，甲一个看守伊的兵另外踮伫一所在。过了3日，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因来了，就对因讲：兄弟啊，我虽然无做什么干犯本国的百姓，甲阮祖宗的规条，却受受罚，对耶路撒冷送伫罗马人的手内。因审问我，就愿意投放我，因为伫我身顶并无该死的罪。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，只好上告伫该撒，并毋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。因为安尼，我请恁来见面讲话，我原是为以色列人所仰望的，互这个锁链捆锁。因讲，阮并无记着对犹太来伦理的信，也无兄弟到这来报互阮讲有什么毋好的所在。总是阮愿意听你的意见怎样，因为这个教门，阮知影是到处受诽谤的。因甲保罗约定日子，就有真侪人到伊徛起的所在来。保罗对早到暗，对因讲论这个事，证明上帝国的道，因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用耶稣的事劝勉的。伊所讲的话，有信的，有毋信的。因彼此无合就散了。未散以前，
保罗讲一句话，讲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恁祖宗所讲的话是无错的。因讲，你去甲这个百姓讲，恁听是要听见，却未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未晓得。因为这个百姓油砍了心，耳孔发动，目睭合地，惊了目睭看见，耳孔听见，心内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因。所以恁就知影上帝这个救恩，如今传予外邦人，因也的确听受。保罗伫家己所租的厝踮了足足2年，凡若来见伊的人，伊全都接待，好胆传讲上帝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无人禁止。